先来看一下高级认证的听力测验内容。高级认证的听力测验分作对话理解同篇章理解，全部的测验时间大概是30分钟。其中的对话理解总共有15题，一般会考多轮的对话内容，提一段对话后出一则题目，没可能一段对话后出2到3则题目。每一则题目都会有4则选项供大家选择。大家先来看一下一个对话理解的题型。在对话理解地背，应当会念出2个人的对话。大家听得到声音，看唔到内容的文字，未看唔到题目，但是就得看到选项。每一则题目都会有4则选项，请大家要尽量先验一下选项，问一下4则选项的差别，因为有的选项看起来意思挺相像，是无认真听引导，是无认真面向选项，可能会无生意得到唔错的答案。提醒大家要较注意的是，多轮对话地背，2个人对话来来去去的次数增加，请大家听引导的时间，要请专心听2个人的对话内容，是以下的无听真加重点，可能就会无脑到清无猜。其实建议大家做得准备鉛筆同出嚟，提草稿子當個做記錄，先大概記下來聽到嘅重點，安尼提作答嘅時節會較有信心一些。阿了哥，唔係講唔錯本業要去？有啊，我會當就是開。哦，我高組長去，佢就怕係前腳長走，我後腳就到咧。樣做咧，親愛就不該歸屬。冇啦，唔講運時代，我錯本業就有推介一皮槍，上講做得本。哦，冇要緊，貴人就親皮乜錯費，等人洗手啊。係啊，就等自己心結，聽錯未會唱副主保佑人哋哇。